收看7月16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第5号风台已经生成啊，摆市了后，规台湾的天气拢会受到影响。韩国如要选总统，有人质疑大一参选的问题，由立委要提案来修法。 台南新化新增加一个天狗日，敢是对指定拖过来等咧调查。头先咱来关心风台消息，今年第5号的风台达纳斯下晡2点升级变做风台啊，气象局也按算在今仔日半暝要来发布海上的警报。 风台是真有机会来近挖台湾，这个风台敢会挖到台湾，上界主要关键爱看太平洋高压变弱的速度。另外，伫礼拜四开始，全台湾的天气拢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花莲、台东以及到南部地区，爱注意大阵雨。 轻度风台丹纳斯目前伫个高南片东南边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行。气象局上紧拜二深暝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有个风台将伫接近台湾时8晚，路径也有变数。气象局上紧伫拜三中昼发布陆上风台警报。 台风北上以后，它中心有机会很接近我们的未来台风会在一个大低压带中，其中任何一个热带涡旋可能会稍微影响到台风的行进。另外，纵使台风很接近我们的地形也可能会影响到台风行进的些微变化。 拜三开始，随着风台接近，东部、南部开始有乱山的落雨，花东有局部性的大雨。拜四、拜五是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间，全台拢有雨。花东甲南部地区爱细致大雨。目前各国对丹纳斯风台路径看法不同，后壁认为风台中心经过台湾的几率较大。 整个太平洋高压势力稍微退的多了一点点，那台风有可能中心就会通过台湾或者是在台湾东部的这个近岸这个地方北上。目前来看，这个几率稍微高一点。 专家分析，伫台湾北边的太平洋高压将影响风台北完了后的路径。假使太平洋高压减弱速度紧，风台中心就可能为东部海面通过；啊，若无减弱速度较慢，将风台向下卡地，风台中心就可能通过台湾。啊，不过路径也有变数，要随时注意气象局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记者综合报道。 当咧外国拼外交的总统蔡英文，针对着国民党党内初选的结果，先甲高雄市长韩国瑜讲一声恭喜，也对着2020年总统大选来展现信心，强调总统会甲做好势，也会向世界来推销台湾。 小朋友真热情，用中文甲总统蔡英文来拍招呼。蔡总统嘛真亲切的甲囡仔来握手。伯克利纪念金塔边啊，行路是徛满着摕着中华民国国旗的囡仔。访问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的第3天，蔡总统是继续展现伊的亲切，要甲友邦的民众博感情。 泰国的总督希顿是亲手为蔡总统挂着上冠荣誉的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的勋章，要表扬伊对泰国建设甲发展的贡献。佮甲蔡总统做伙离总统府种着树栽，代表两国的关系是爸啊爸爸。就会使看到加勒比海景色，人伫世界文化遗产布林史东堡垒国家公园，就会使感受到真高的历史气息。为着要深化两国的邦谊，蔡总统要甲台湾的观光发展经验分享给客国。 我期待透过考察和交流，两国的旅游业者可以持续的建立起合作的管道，把加勒比海美丽的风情介绍给更多的台湾人。当地友邦拼外交，蔡总统嘛关心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来啊，蔡总统向出线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来恭喜。首先要恭喜韩国瑜市长在初选中胜出啊。 那我们不论我们的对手是谁，在2020的这场选举，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蔡总统对2020大选再度展现着信心。大选的主题是定调着捍卫台湾主权，要拍一场主权论述的选战。那么捍卫主权，让台湾走出去，让世界看得到台湾，这就是总统的工作。
蔡总统自由民主饮食之路后一站会到圣文森，台新两国议定会签订打击跨国犯罪协定，要为着阻挡国际犯罪做伙来出一份力。记者欧阳欧家宝、圣克里斯多夫吉尼维斯采访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总统，不过拄做市长就要来选总统，一直有人来质疑讲大一参选的正当性，要来甲伊罢免。韩国瑜也强调讲，虽然要去选总统，不过伊犹原是市长，市政也是伊的工课，伊会做互民众看，看到伊的决心甲表现。初选结果出来，隔顿天，高雄市长韩国瑜头一个行程是市政会议，原定10点的会晚半点外钟，伊解说是去参加3场公祭。这是了后，韩国瑜是市长，搁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这两种身份要安怎转换？伊会先对应对媒体来辩起。所有类似国政的问题，要请各位能够了解，我们用书面答复。那大家问我的任何问题，关于市政问题，我很乐意来口头跟大家的报告。问题的回答都不完整，很容易在国政议题的论述上会被误会或断章取义。需要长篇一点的完整论述的议题，他就会尽量的让文字来完整的说明。国政和大选的问题，韩国瑜定调用书面来答复，敢若想要减少失言的机会。不过新闻局长王千秋回应，并不是所有选举问题拢必答，外交两岸等等复杂的国政问题，希望透过书面讲互清楚。但是市政和国政要安怎兼顾？韩国瑜认为市政做好，就会当看出伊的决心和表现。嘛，等于是总统选举政见，只是代志参选成绩未小，互伊真受批评。学者嘛认为，这确实是伊大选路上重大的欠点。再亮丽堂皇理由都很难解释哈，因为毕竟时间太短。他的市府团队能不能帮他接一些手？还有他的市政的结实，是不是能够做出一点政绩来？慢慢有一些在1年内可以交出来成绩单，我觉得他也需要在下一届的市议会里面做很清楚的表述。韩市长会用政绩来说服我们整个高雄市民哈，那我相信政绩表现好的话哈，在罢免案的部分应该会降到最低的影响度。代志参选受到批评，但是学者嘛提醒，民众对同款的议题可能会愈来愈无感觉，反对者持续攻击，嘛有可能出现反效果。尤其代志参选的情形对过去都拢存在，建议若是想要改善，会当对修法来做起，并定政治人物的参与选举是毋是应该请假以及期停偌久。对选总统到选地方首长要一体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国民党总统的初选无选调，敢若透过面册来感谢支持者。郭台铭的幕僚表示讲，郭台铭目前未脱党参选，伊伫咧想讲接下来要安怎安排。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日是口说拿力初选的民调，认为台湾目前有影是真乱。这么困难的题目，哪里是一天可以想出来的？前时刚才讲要开始认真想下一步，台北市长郭文哲对是毋是参选指控，佫无被讲清楚，只是对拿力两党初选民调数字用震撼来形容，显示社会上混乱，也会着专开批评台湾现况。但是读明史或读那个2次大战史都感触很深，你的明史明末天下大乱，流寇四起，朝廷无力进剿。现在的台湾状况吗？还不是现在这个局面吗？反正两党的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嘛，那这也是要思考题目，说台湾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郭文哲继续观察政局发展，为家己打算，也佫被点名，可能甲宋楚瑜、黄国昌，甚至是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配合参选。我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永不改变，我为中华民国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初选失败，郭台铭感性破文强调，除了初选，暗过人生无后悔后，爱对家己选择负责，无透露未来方向。伊的幕僚伫16号接受公布专访，强调郭台铭即卖被脱党参选。大家都关心的是他会不会出来参选呢？不会啦，现在没有这个事情啦。我觉得短期内应该不会吧。哦，所以他心里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嘛，要先沉淀嘛，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说，董事长需要想一想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说接下来的安排啊。郭台铭下一步看到哪管是毋是正确成功，离一直伫边关键政治反应长王金平也伫脸书写着放弃召一句话，成功约束一世人坚持，为家己加油，或者是为郭台铭加油，是真有意味。记者综合报道。
疾管署今仔公布，台南新化新增加一例天狗热，这个是咪是为早阵拖过来？大家等咧调查。目前即马台南是有10例，也规台湾本土的天狗热拢总有49例，大部分拢是集中伫南部。另外在境外刷入来有215例，是10年来上界悬的。将外地的干那废水拢总甲倒出来，恁那嘛一一检查，因为新化区新增加一个50多岁男性嘛，为着天狗热。下晡台南新化区公所真悬加强巡视，轻度会厂主新悬的积水容器。一礼拜较知影发病，较知影筛检料，较知影得这个登革热，所有的那个能够积水的一些容器，全部把它巡掉，把它倒掉。另外，防疫人员嘛，4个大宣导单，会伫拜3进行化学除药作业。明天早上做一个化学防治的一个作业。台南目前累计有10件病例，除了左镇区和新化区2例之外，前8例有地缘关系，分布伫中西区开山里3例，东区2例，和永康南区、安南区各1例。防疫重点锁定人口较密的中西区，若是新化区的新病例和左镇区的敢有关系，疾管署表示无排除这个可能，还要调查。佐证这个个案，他有去新化大概30分钟左右待过，那到底他们俩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还在厘清当中？那目前不排除任何可能。疾管署强调，目前这件新增加个案最近并无出国，活动场所以客家为主，感染源需要厘清。根据疾管署统计，一直到16为止，国内本土天狗热总共有49例，其中高雄市39例，台南市10例，境外移入有215例，是10当来的新冠。记者综合报道。金门昨晚有1/3的所在在大停电，主要因为是塔山发电厂的系统有故障，台电随去抢修，到16半暝2点才修理好势，超过有12600外户受到影响，这也是泰山发电厂今年第2摆出问题啊。民众家己去便利商店买物件，店内底煞干那几拍电火亮亮。金门7月15暗时发生大规模停电，时间要到7点钟。天气这么热，民众等咧度过一个无电风、无冷气的暗时。这个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次的停电，有几家的民宿啊，的客人都往市区里面去住了。这件停电的事故主要原因是塔山发电厂系统故障，虽然讲台电接到通报，到暗时7点30分就派人来修理，不过一直到半暝2点才恢复所有用户供电，预计影响12600外户，占规个金门用户的1/3。我们这也是最后一个复电的，大概到半夜2点半才复电，就没电真的是蛮辛苦的，不晓得古人是怎么生活的。塔山发电厂启用点名，不是头一届出状况。今年4月份慢慢发生大停电，影响超过33000个用户。金门一年2届大停电，目前金门主要的电厂嘛敢若2座，而且天气愈来愈热，用电量增加，嘛，互民众烦恼讲金门停电的状况敢会搁来发生，搁有金门敢是会有欠电的问题。没有电了。我们新建的9号机跟10号机的机组在做油管的衔接，那这个时候呢，塔山的机组呢，改用柴油，但是可能造成这个油路不顺，造成这个跳机。台电强调讲，金门即卖的装置总共有104000千瓦，有够互目前的用电量来使用。上主要是靠火力发电，塔山电厂是主力，装置大细超是64600千瓦。今年预计增加2组运转机组，装置的大细增加20000千瓦。台电讲，金门是独立电网，发电机组无济。若是部分的机组故障，就会去影响到岛上居民用电，所以塔山发电厂目前正在起9号、10号机组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即马所发生意外，台电嘛承认讲会去影响到原本预定8月份上转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独集团下面的公司力凌，因为财务困难，经过董事会决议，上近8月底会甲公司来讨论解散以及着资遣员工的方案。通市劳工局也表示讲，顶礼拜已经去了解过啊，会顾调劳工的权益。今天都好看到他们上班，对啊，一定都要上班的啊。现在就是要协商，所以都会上班啊。员工权益也会顾啊。太阳能实践原厂力凌科技传出解散危机了后，面对媒体无限加工，暗过强调，目前员工也是正常上班。就算传出将资遣只剩284名员工，其实早伫15号暗时，台东财务长甲力凌财务长斗阵召开了重大损失记者会。
强调董事会决议力令改善清算。公司资金短缺，在缺乏债权银行支持下，将无法维持营运。董事会忍痛作出决议，召开临时领股会，讨论解散清算及资遣员工之方案。绿能科技，台湾第一家多晶系晶片及第一家8.5代薄膜太阳能电池大厂。伫桃园观景工业区的立能科技自2004年6月成立，是台东集团旗下上伫半导体转投资的公司，主要生产多晶式太阳能。2008年1月挂牌上市，不过一年来，太阳能多晶式计上升过价，造成立能严重亏损，都伫今年5月2号宣布入市。6月，三线陆续停产，7月初因为存款无够，也佫发生二次跳票。台东董事长林国文贤也以个人的代志伤过无闲为理由，辞掉立能董事。按算8月30号召开股东临时会讨论，只剩284名员工面临自砍的命运。把大量解雇的计划书送到台北劳工局跟桃园劳工局。那大概会解雇284位员工，就是说会跟工会去做协商，这样依劳基法的规定给予这样，那只能够协商比劳基法更好的条件啊。台东集团财务长表示，立能改善了后，虽然影响优待变故，不过强调营运财务一切正常。市场派系一直是要爱台东的经营权。立能成为了台东旗下第一间因为亏损真济而决定结束营业的公司。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看，这是有影悲伤的代志。在这个月初3，为着民众安全，洪台市的铁路警察李成汉今仔日也举行告别式。透早移动的时阵，队伍要出发进前，特别播出着全国火车做伙来丹比亚3秒的画面。副总统陈建仁也去颁发着保养令，也会甲伊车入到中烈寺来奉祀。中昼11点40分，代替全国列车公布分水岭写3秒，这个画面马上去到顺治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告别式，对伊表达敬意。这个月初3，李成汉为着要处理代替自强号车帮补票纠纷，互乘客举刀啊攻击抓顺治。告别式会场900名铁路警察甲送行，唱警察之歌，毛不少民众自发前去现场，也是沿路甲送别。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想说，陈汉能和你一起共事，真好。内政部长齐国勇嘛去主持告别式，为着要表彰李成汉勇敢的行为，副总统陈建仁佮代替出国访问的蔡英文总统来颁发保养令。这是我们总统的保养令。那行政院也有个楷模的一个徽章，会颁给家属，然后再献给我们的李成汉。那另外我们警政署也会晋升追赠他为巡官。移动队伍最后是去到李成汉执勤的地点嘉义车头做最后巡礼。伊的认为会伫咧军人节的时阵入住嘉义中烈寺内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主导的3区门户计划，拢是超过30层的大楼。文化部烦恼讲，北门、铁道部等等古迹的景观会受到破坏，也正咧推动保存计划草案。如果建商要伫咧古迹边啊起厝，建筑设计甲外观拢爱甲古迹的风格相同，希望文资保存会当甲发展拢有相应的局面。台北府城北门自从忠孝桥引导拆掉起广场公园了后，历史景致搁再重现，甲边仔的台北邮局、府大家洋楼，搁有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等等，互老台北人的记忆真深。毋过4区位嘛增加真侪新的建筑物，像个北门市民饭店起煞了后，外形看起来就亲像一支刀插伫北门的任志面顶。文化部烦恼未来开发案会像安尼破坏古迹景观，所以要推扫保存计划草案，规划新建物的色彩还有立体。希望相邻街郭，它在设计的时候也能跟古迹相融合。但有时候可能不是只有高度的相关的限制或容积率的限制，我们可能比如说从建筑的手法，让它可以跟
古迹有互动。保存计划拟定新的建案，也是伫中庆北路、市民大道、环河北路开放街区域内底，有惹到高级景观，工程爱先通过审议才会当来开发。毋过台北市政府欢乐乡租车等等的建案会去受到影响，所以文化部下晡举办公听会，都发局的来现场表达意见。台北市不是只有C1、D1双子星，事实上还有其他像北门公办都跟像台铁局E1、E2的开发案，那这些其实应该都属于在西区门户计划里面重大开发。博爱路翕相机架路面顶的地主是表示，北门附近的厝价真悬，所以无想要看到开发受到阻碍还是限制。觉得说好像被纳入的话就，没有那个价值，啊，而且对于这个地区啊的发展跟整个美感都会影响。文化部表示，计划推测上主要是整体景观的评估，已经甲台北市政府参详真侪届，伊嘛希望开发甲文资保存拢会当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去停车的时阵，有当时会看到就是粉红色的车架，迄就是亲子的停车架。台中市去年开始伫公共停车场推设着亲子停车架，不过违规占用的情形有影真严重。根据台中市交通局统计，自6月25到1个月15，拢总有120多件违规占用。警方也表示讲，停车场违规占用要等到民众检举才会当甲发，目前也是劝导为主。黄小姐带3岁囡仔伫日头骹行真久，真无简单才找到停车位，佮甲囡仔安倒好才会当赛车。毋过停车场内底明明有亲子停车架，黄小姐讲根本是看会到，但是用袂到。就觉得没有意义啊。怎么说呢？因为被没有带小朋友的人停走了，这样子有设那个跟没有设那个是一样的。来看卖公共停车场内底亲子停车架已经全部拢有拆车，毋过查访部内头前煞无亲子停车证，管理员来顺发现几落台车违规占用，毋过卡手无够，佮加着无开单的权利，今日当开劝导单。直接停，对，没有注意啊。我们就是陆陆续续都会一直放这种那个告示单啊，让他就是下次不要再停。交通部去年公告要求一定规模的公共停车场，还设2排亲子停车位。台中市规划路边停车架、甲停车场的亲子专用架，毋过其实嘛有真侪亲子停车架去用违法来占用。台中市交通局统计，từ6月29到这个月7月15，已經累積有121件違規佔用。你在停这些亲子车格的时候，你在我们的那个车子的挡风玻璃前面没有放这2张，其中任何1张的亲子车证，那我们就会被视为违规的一个停车行为。带小孩真的很麻烦啊，所以说，因为他亲子车格又特别的靠近出口、入口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是家长而言是很方便的。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违规占用医病院甲百货公司大卖场边仔的状况是上严重。路边的停车架，若是警方发现，会当主动举发；若是卖场，也是公共停车场内底，就必须要民众检举通报，确定违规的话者，得依法来罚600块到1200块。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大溪介寿路的一栋透天，昨透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随甲祖孙3人救出来，其中一个查甫囡仔，拄好是救灾指挥官詹国胜8年前出勤去解救的一个红婴仔，有影是伊生命中的贵人。门口囤一大堆物件，还佫有粪扫，看得出来去互火烧过的薰叶，厝内底嘛去互烧甲乌麻麻。7月15，桃园市大溪区介寿路4楼的透天厝发生主体火灾。优点是这个，从这里接到这里，因为我们要在这边炒菜吧，这个啦，这个抽油烟机。消防队准点分队接到火灾通报，第一时间就随赶去现场来抢救。救灾指挥官詹国胜小队长知影讲有人红掉伫咧内底，随派当人伫外口用双节推，还佫有挂推的方式，赶紧甲去用掉伫内底的马孙3个人救出来。好佳在3个人平安无代志，嘛拢无去互烟来砸到，无需要送病院。在抢救的时候，他的孙子从4楼的窗户出来求救。那我们同时在屋外用双节梯跟挂梯把这个小朋友救下来。我最紧张就是他，因为烟很大啊。消防队来，我第一时间就是麻烦他们先救这个小孩。当初出生也是他，再去医院的也是他，也是他。
毋过真正是足拄好的，即个去互调伫内底查甫囡仔，拄好是救灾指挥官曾国成8年进前出勤集散救护的红鞋仔。两件救护救灾让8年，两届出勤救着共一个囡仔，嘛叫大家讲真正是真有缘分。囡仔厝内底的人是真感激，嘛讲小队长是因的贵人。小队长颠倒是讲无影啦，是即家伙有福报。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移民局伫咧当地时间13暗时到14透早，针对纽约这几个大都市要来掠非法移民。不过，这几个大都市大部分拢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也因为安尼有民众发起抗议活动。美国为东方纽约到西岸，也就是亚马逊总部所在西雅图，民间团体发起抗议示威。对川普政府锁定目标逮捕并且赶走非法移民表达不满，抗议民众特别选出亚马逊，因为这公司所提供的混沌服务，和执法单位严禁有效锁定非法移民。民众除了搞出抗议联署，也呼吁各界抵制亚马逊。They continue enabling ICE to find, detain, and deport our people, immigrants and migrants that are attempting to come, fleeing.Being forced to flee from their countries. 亚马逊是以书面声明指出，抗议团体所想要干扰的亚马逊公司的活动，其实拢是为着提升业界对劳工权益的认知，而且拢是抗议团体过去所推动的理念。另外，也是抗议目标的移民局逮捕行动 ICE 的官员有话要讲。移民局代理局长埃尔本斯伫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时指出。真侪非法移民表示家己要申请庇护，毋过只是家己讲的，却无顺着正常管道向法院申请，或者是法院安排了听证，却无出席。移民局为今年2月就开始宣导，呼吁非法入境的人合作，由美国政府协助离境，毋过只有3派人配合。法院就下令执法机关将这非法移民强制遣送离开美国。People come into our country illegally.And they go out legally. Every person taken out had papers, and we had court orders. 事实上，这种逮捕甲赶人的行动，也毋是川普政府开始。为2003年，也就是小布希政府开始 ，ICE 拢会定期发动有数百摆的逮捕行动。美联社报道指出，为奥巴马政府开始 ，ICE 除了锁定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也将专家到阵偷渡入境列为是逮捕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社群网站面册顶个月宣布，要在2020年的顶半年发行着网络的货币。美国财政部长文努金也烦恼过，这个货币会变作非法洗钱的工具，政府也会真严格来监督，才会来允准因来发行。社群网站脸书伫今年6月公布，要伫2020年发行家己的虚拟货币 Libra， 这互看作是挑战比特币的货币。不过过去捌有虚拟货币，互歹徒当作是洗钱的工具，互美国的财政部是真烦恼。The Treasury Department has expressed very serious concerns that Libra could be misused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terrorist financiers. Cryptocurrencies such as Bitcoin have been exploited to support billions of dollars of illicit activity. 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表示，美国财政部欢迎愿意负责任的创新，另外当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会降低脸书的发行条件，符合非常高的标准，才有可能允准因发行。Our overriding goal is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and protect it from abuse. Treasury takes very seriously the role of the U.S. dollar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and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protect our country and secure the U.S. and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是烦恼用 Libra 可能会互个人的资讯泄露，也是互国际金融的安定实行，认为要对 Libra 做国际性的规则。这个月16号到17号2天，美国参议院甲众议院会陆续举行听证会，审查 Libra 甲运输的安全疑虑。即马脸书嘛做出承诺，伫无得到美国政府同意之前，要提供脸书的加密货币服务，嘛就是2020年的发行时间有可能会延后。记者陈世彤报道。人讲成果巴肚，结果佛祖。
一个联合国15公布上新的报告，全球超过8亿2100万人药剂失当。上界主要原因是食的问题无安全，以及着营养不良的问题，而且这3年来人数拢一直在升悬。全球超过25%的人口，也就是差不多20亿个人，无法度食到安全营养又个充足食物，而且其中8%也是伫先进的国家欧洲甲北美。2 billion people. This is the highest number that I ever heard in my life. Let's say if we talk about 7 to 8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a quarter to 30% are not sure that they will have enough money to feed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y.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甲营养状况上新报告，第摆将因为无钱无资源，只用降低食物品质甲分量的中度粮食无安全，以及完全药剂族群包括入去。In the past 3 year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suffer from hunger has increased to more than 820 million people. And the report highlights regions such as Africa in particular, which is facing the highest prevalence of undernourishment at 20%. 全球药剂的现象过去15年稳定下降，自2019年降到11%以下。不过因为战争冲突、气候变迁，如今佫回升，所以政府需要注意的是，是不是较歹找到食的物件，而不是单纯只专注生产境加这粮食。If we can address food security, we mitigate the issues of migration. 这互联合国按算2030年达到全球零药剂的目标，面临更加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看到突破，也就是中国的西藏。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官员来宣称，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由中国来做认证。西藏流亡政府也来回应讲，达赖喇嘛早就表示会伫90岁时阵来决定敢有要转世，也强调讲中国相关的发言只是伫咧含面而已。中国西藏自治区官员王林星最近讲，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要由中国政府认证，并且透过原自清朝的金版撤签，也就是抽签的方式来选定。说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是回应，达赖喇嘛伫2011年就表明，家己要伫90岁时阵决定是毋是要有继任者。It's no question of India's intervention, nor in question of China's intervention. So therefore, it is just their own daydream,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right to say anything, but i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anything. 中国官方自头至尾强调讲，伊的领导人有权利认证达赖喇嘛的继位者，延续古早时代皇帝的传统，并且警告印度政府若是干涉，会影响到中印的双边关系。The reincarnation of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is a matter of religious faith and belief. And China doesn't believe in any religion. That is why China doesn't have any role to play in the selection of Dalai Lama. It will be chosen by His Holiness private office plus the followers of him in and outside Tibet. So that is. 中国伫1950年控制西藏，1959年西藏发生大规模的恐怖，和中国武力镇压，原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从此以后，和中国看做是危险的分裂分子。随着达赖喇嘛愈来愈有会数，转世嘛变成外界关心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带日参选2020年的总统，引起外界批评。也有人要来罢免韩国瑜，讲要予伊市长坐袂牢，搁再予伊的总统落选。为着要防止带日参选的情形，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也提案要来修改着选罢法，互外界解读讲是要针对着韩国瑜甲郭文哲。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初选胜出，确定带一参选2020总统。罢韩团体虽宣布行动升级，发出相杀，要互韩国瑜市长做袂成，总统嘛落选。目标是伫韩国瑜12月就职周年，达到30万份连署目标。不败
管政治人物代志参选5月到公民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阻止代志参选，补选经费应该改由原提名政党以及参选人支出。相信提案要将总统、市长、立委合并选举，即马毋拿公民提案，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将要提案修改选罢法，明定现任民选公职人员自登记做其他公职候选人，都看做是实质共款，并且缴回已经领取的竞选补贴费用。他市场选举的时候拿了选票补助款2000多万，那我们可以预期他选总统，以国民党基本盘拿个2-3亿应该没问题哈。两大党能不能树立一些典范出来，不要只考量自己政治人物的利益。徐永明强调，修法内容会当伫立法院召开公听会，听各界意见。不过这项提案后外界解读，就是为着要卡韩国瑜和郭文哲，只能为现任市长挑战总统大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詹明忠表示，国外根本都无立法禁止代志参选的例，时代力量提案充满针对性。那蔡英文总统要不要辞职？要不要代职参选，都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国外没这样立法力，而且时代力量这样的立法非常针对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公职人员嘛，所以我觉得不可行。国民党全力反对。韩国瑜出线，和代志参选的话题再度被搬起来台面上。时代力量下一个会期提案修法，敢会当赶伫咧大选进程得到支持，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涉漏秘密的案件，高等法院判决无罪。不过，监察委员陈书明不满，要针对本案一二审的法官，认为讲因敢有乱用自由心证，加错误引用调解权，要来申请自动调查。所以法院也强调讲，尊重监委的调查权，也呼吁讲爱尊重法官审判独立的原则。前总统马英九被控诉涉弊案，经历1审无罪，2审判刑4个月，专案经过最高法院发回更审，故意经1审进前判决无罪定案。不过，监察委员陈书明认为，后期中以检方无法度证明马英九和前检察总长黄世明涉弊，有共犯关系见解存在疑虑。嘛对1审法官引用延迟调解权，将专案解脱做马前总统是调解正义立法院之间的纠纷，明显不合理。认为1审至少4位法官有滥用自由心证的嫌疑，已经申请自动调查。法官是用这样的态度，偏袒的态度，在做他们的判决的话，那这个实在是我以前一直讲，就是说我要进到监察院，主要的目的是要对所谓泛绿不泛蓝的这些，我称他做恐龙法官呢，也许不太尊敬。但是我主要的就是这一些人。那监察委员出手，有律师认为马英九是涉弊案的对合犯，涉弊者有罪，接受涉弊的人煞无罪，非常的不合理。甲检方告发，经1审审判长张惠丽渎职。泄密案件呢，就像通奸罪一样，就是黄世明跟马英九一个泄密，一个收密，这叫做对合犯。所以呢，他一个有罪，当然另外一个也有罪。虽然高院对律师告发暂时无回应，但是司法院强调讲尊重监察委员职权，但是希望调查中立，要尊重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呼吁也希望监察委员在行使对于法官的监察权的时候特别注意宪法80条保障法官独立审判的意志。若是民进党团立法院总调郭建明嘛捌自诉马英九涉弊，去年10月已经被高院判决无罪定案，但书明表示未来无排除主动调查这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前副校长郭大为，捌伫校长人事案有问题期间来代理校长，最近也传出到香港城市大学聘用伊要来做工学院的院长。台大强调讲，对郭大为是照规定来申请照调。不过这几年，香港的大学真拍拼，靠台湾的教授旗下加持。曾经代理台大校长也伫观众面就近交接了，希望到年荣耀台大。台大前副校长郭大为8月1号开始去到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工学院院长以及校长自身顾问。
见过一面，是，期待今年。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辉号召登台湾演讲台湾人员，无想要主题失去焦点，无想要受访，大大强调是按照教育部教师照调处理原则，大大专任教师照调处理要点办理，照调期到181年7月31号。有校长认为这是社会人才正常流动。我觉得这是正常人才流动，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事实上，香港大学看重台湾教授学术养成实在。这几年找了真侪人，北艺大电影系教授李道明去年退休转战香港浸会大学，正大前研发长刘佑利今年提请退休，得到工程大延揽。正大退休教授杜文辉伫工程大踮了10年期满，原本今年要登台湾，搁被浸会大学来招聘，为了留住人才，各校是想尽办法，用更好的待遇要聘他。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挣扎。我们其实是在最后一刻，让他用就是请假1年的方式，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动之以情之后呢，他才在1年之后又回来了。教育部表示，正透过高教千金甲玉山学者计划留才揽才。大科大校长廖庆荣认为，到目前为止为国外延揽新老师有我帮助，不过如何留到优秀人才，也无看到成效。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地方的消息。南回公路换跨加切弯掠地的工程，经过8年的时间，对屏东草埔到台东的安属的磅坑甲高架特别来完工了。公路局也表示讲，安算在今年会当通车，未来台东到屏东会当减30分钟。南回公路改善工程当中，互大家上关心的草埔到安属段4.6公里的磅坑，罗南就北双向4线车道工程已经进入完工的阶段。公路总局西滨港罗南区工程处表示，这磅坑内底有20个安全措施，还有安全压水的光线，而且若是发生火烧车的事故，白烟通道的设计伫磅坑的顶悬，会当保持磅坑内底看清楚，同时嘛袂断去。我们的消防、通风这些算是最强的。磅坑的南边甲旧台九线南回公路草埔段小连，北边是新起6.3公里小连台东安属的高架道路，顺山区落去起，而且伫做路的时阵，嘛有考虑到东部若是拄着风台，拢会积水落大雨，影响行车安全，采用排水较紧的设计。公路总局表示，即马起草埔安属磅坑甲高架道路，佮加着台东关甲各路段拢处罚伫，会当减少半点钟的行程时间，要赶伫今年12月20左右来通车。也就50几公里的一个路线来讲，就整个全线都拓宽完成的话，目前来讲大概可以节省到超过30分钟的一个时间。江金州表示，草埔到安属路段通车了后，赛车人唔免阁忍受弯弯弯弯爬架落架的路段，阁会当享受路泥山边的景致，而且阁有交通控制中心来保证大家的行车安全。南回公路台东关改善的工程专线预计明年完工来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农委会上新的调查，全国饲肉猪仔的数量有变较多，不过饲猪仔场数量却变甲剩7000多间，而且收起来拢是规模较细间的收起来。风岛非洲地济，国内饲猪仔用喷必须爱先高温煮过，若无会坏。新防疫政策嘛，互小场经营更较困难。根据农委会上新的调查显示，饲猪仔总量是546.8万只，是这3冬来上悬的。但是饲猪仔场敢若剩6999场，头一间就有破7000场，其中饲199只以下的小场减少上侪，减148场。伊落设这蒸煮的设备因为市场有诶想讲，伊爱搁改食饲料伊袂好啦，若要搁做这设备，伊无愿意开，爱怎安尼收场？调查嘛显示，饲猪仔场平均饲的规模嘛在成长，有向大型化的趋势。农委会表示，小场明显减少，嘛因为环保法令更加严格，目前饲20只以上未满200只的，都要提出废水管理计划。台湾的养猪户已经跌破7000户，那已经是历年来最低的。那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要应付整个的大环境的影响，你在污染防治的一个投入，那是必须要的。虽然目前国际猪仔价起悬，国内价钱嘛袂歹，但是业者并无明显加持，偏向维持现况。若是下个月就要来的中元节，是一冬当中猪仔数据量上悬的时阵，农委会表示会全力调节，互市场会当供应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伫苗栗就好保育自治条例草案，在今年6月2号的时阵互退回。台中市煞要来拼做全国头一个通过县市。台中市的就好保育条例，主要是要鼓励保育为主，也未来牵涉到土地甲产业开发的问题，是根据着野生动物保育法甲环评法，要来保护就好的生存空间。台中市农业局进行就好族群甲车地调查，发现后里、北屯、新社、东势、和平、太平，还有雾峰等等，拢捌出现过就好，而且即马搁要拼全国第一个通过就好保育自治条例草案的县市。不会画15的保育区，环评的标准，按照现有的规定来做，不会在这个自治条例里面再去更加紧的限制我们地方的产业发展。从7月份开始，台中市农业局小联开始7场说明会，预计后一个会期送议会审查。因为苗栗的草案失败经验，主要是第5条，县政府要起公共工程开发面积1公顷以上，还是道路变化长度1000公尺以上有就好车地，就必须要向就好专家来参详，而且采取友善的工法。虽然无限制一般的民众，也毋过引起地方不满。台中市的就好保育自治条例草案是用奖励为主，对这个代志，就好保育团体认为，虽然讲毋是上好的版本，毋过算是现主是较好的做法。这个版本其实坦白说，并不是一个对于石虎保育并不是100%的我们需要的，然后最好的版本。台中市的目前的版本跟苗栗县的石虎保育自治条例的版本，其实在精神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还是以鼓励为基础，然后呢，并不是用法则或者是用那个处置的方式去推动。民众是表示讲，奖励确实是比限制较有效。是好的动物啦吼，当然要把它保护啦。台中市就好保育自治条例草案，主要是针对各机关进行权责认定，来设就好保育基金，针对友善环境还有建造订定奖励办法，目的是希望讲会当减少争议，增加民众保育就好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的火爱召开，世界才会水。为着要传承着原住民的文化，原民会这几年伫花莲各部落协助因来成立聚会所，也拨经费来补助因的丰年祭。不过，这个族人也认为讲，补助这两个字有歧视意思，希望政府单位用别个字来做代替。但是后段就是花莲阿美族各部落举办丰年祭的时阵，照英国的县政府甲中央拢会照部落的大小、人口的数量分配，予2万到8万的补助。啊，毋过用补助的名义听起来，予因感觉无爽快，有点歧视的一些感觉啦。啊，那如果说是直接民编的话，我想这个就是族人最大的一个期待啦。原民会表示，这几档为着要推广原住民传统部落文化，其实每一年拢会用基本设施以市费的名义来补助丰年祭。但是族人对补助2个字感觉敏感，确实会当来检讨。超过160多场次呢，其实平均大概透过原民会补助的预算都有2万、3万，甚至今天还听到相当有8万块钱的这个丰年祭的补助。的确，补助就好像是上对下的这个。费用也许可以找到更适当的名称。花莲县政府每一年拢会编700多万的预算，予各部落进行丰年祭。啊，不过即摆预算的名号已经无叫做补助。我们都告知部落说，这一笔补助款啊，叫做文化发展基金，重点就是要给部落自主的来运用。第一个是办理部落的传统文化祭典，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教育传承。原民会主委强调讲，毛部落是向住户来募款，家己来分摊丰年祭的钱，因为无论钱是拄倒位来，要安怎让文化有尊严的传承是真重要。会甲各部落的领袖来研究预算的用字。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公告古坑乡内的4条乡道，因为山区定咧打忙，为着要保障交通的安全，强制日时车灯爱开，要有半年的宽道期。半年了后，若无照规定，会使罚1200块到3600块。不过在地民众确实有无同款的意见。来到花莲古坑往华山的文理控线道。有真侪行经的车辆临时阁开到大顶，因为经过6个月宽道期，现在开车若是经过古坑文208线、209线、2171线和212线道，
总共4线拢必须要强制来开灯，啊无被记罚会被罚钱，但民众的看法无同款。来的去的，安尼较知影路况啊。天光光是你开什么电话？对不？你若讲红时啊，卡网开电话有破啦。我觉得就是以季节性来规定就好了，不用像这种天气很好，其实不用开灯啊。环管府公务处表示，因为这4条乡道定大忙，为着要确保行车安全，107年经管内道安汇报通过，过将这4条乡道强制日时爱开大灯，规定在今年1月16号公告实施，经过6个月看到期，为今日开始会来执法。那若规定安尼，咱就照来做啊！这我无听讲，我唔知咧。劝导局过人，他们以被动式被动来辅导我们民众除了有民众检举以外，他不会主动来做这个站岗来取缔的工作了。公务处表示，目前各个管制路段前，拢会设置警告的牌面，若无依规定开电火，经纪法会当罚款1200块至3600块。希望用路人来配合，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为您报道。南投国盛出产的咖啡是全国唯一有产地认证的咖啡。最近，烘咖啡豆仔也用大数据来分析，不管是时间也是豆仔的水分，希望拢有1粒1的国际水准。手工采收回来的咖啡豆，先烫皮、拍里头，烘好打，采到最后爱个烘过，才会当泡出一杯一杯的咖啡。每一个环节拢决定品质的好歹。国盛乡公所最近引进科学仪器，希望会使让种咖啡的农民如何了解家己生产的咖啡豆。一组是水分密度计，咖啡的水分密度计；另外一组就是咖啡焦糖化分析仪，放在公所。那我们国信乡各咖啡产销班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借用。采咖啡豆的水分、烧咖啡豆的打糖化程度，对咖啡的品质、口感有正大影响。对农民来讲，科学数据有参考的价值。科学化的参数才是一个标准化跟品质可以监控的东西。打一个很典型的比方，消费者说要喝浅焙，但是你的浅焙到底是那个数据多少？这个含水率跟它的密度，那光这个2个数据，它就代表我们生豆的品质到达哪里。那密度越高，含水率维持得很好的话，基本上凭借的分数是不差的。这套由国内业者家己研发制作的仪器，卖出国外一套爱20-30万的设备。国盛乡公所表示，希望农民会使透过科学仪器的协助来提升品质。国盛乡每1年拢会举办全国烘咖啡的比赛，有这套设备会使让咖啡的品鉴结果如何有公信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5车永宁国小，以附近古早名号做阿无聊。学校为着要学生了解到地方的历史文化，特别设计趣味的岛民游戏，互因哪学哪做，1兼2顾。阿里阿寮内底耍水，学生入去照顾鸭、捡鸭卵。这是台中5车永宁国小学校内底，唔但饲鸭，阁有趣味的倒仔耍介绍鸭寮。过去伫永宁国小附近有真侪人饲鸭，古早地名就叫做鸭母寮。学校为着让学生了解地方的故事甲文化，老师去头壳设计出一套真趣味的倒仔耍。可以认识57区以前的旧地名。原本就是不认识一些永宁国小里面的事物，然后现在已经认识很多了。想办法阻挡别人抢先得到第一，然后也要保住自己的零件。学生先拼先，算解释鸭寮，算甲真认真。除了回答问题、争取分数，阁会使用工人卡、吉头壳大车饼。那你受到台风侵袭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工班卡来修复。那透过这样攻防的一个机制，让游戏更增加它的趣味性，让孩子们从中学习到认识我们永宁国小的各方面，包括历史沿革，包括校本课程发展的特色，以及在地文化等等。这套桌游是全部由本校的老师自行开发设计，完全不假他人之手。全校师生做伙照顾鸭，体会古早人的艰苦。学生一边耍倒仔耍，一边认捌在地文化。学校望未来介绍鸭寮，也有伫校园内底饲鸭，这2项会当变作是永宁国小的特色课程。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风台伫要来，所以来气象，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7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北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外岛地区为26度到35度。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去黎巴嫩看断崖跳水，也感谢今仔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